虽然韩国瑜讲伊无考虑要选总统，但是国民党内甲争调选总统的声音一直拢无停过。韩国瑜嘛来证实讲，近期内会甲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来会面。我坚持不考虑2020。韩国瑜自编歌曲表态无考虑2020，但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提出征调韩国瑜领表参加党内初选，韩国瑜嘛证实两个人近期内就会见面。因为高雄有很多老朋友，如果也顺道可以看看老朋友。到底五韩会时间有确定无？吴敦义讲7日到10日之间，我们会碰到。若是韩国瑜确定出马，已经表态参选的朱立伦甲王金平要安怎？我还有曾永权副主席，还有加上郝龙斌副主席，我们会跟他们会商，好不好？你今晚出来，你啊，坡都停落来啊！吴主席加油！这个刚好天气好，这么巧，你看哈，真的雨过天晴了。吴敦义到这庙学参拜，雨嘛多好停落来，现场的民众嘛顺势大化雨过天晴，好亲像拢希望党内赶紧确定人选。